婚林一间游乐园，每一年烟火跨年，拢来坐游客。因为进前台北发生着随机攻击，所以今年加强维安进行疏散的演习，要确保有上安全的活动环境。 游乐园内底有民众伫冤家，有人搁举家私，工作人员赶紧将上好人马分开，保全嘛随到现场。这是高坑出名的游乐园进行跨年暗会维安的疏散演练。园方表示讲，因已经连续办19档的跨年活动，当年拢有超过1万人来参加。今年因为有台北捷运的随机攻击事件，所以讲特别谨慎。 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非常的注重。今年我们有加强安检哦。 警方表示讲，这个游乐园跨年暗会，当年拢会安排交通的维护，今年会加派人力，维安人员会超过200个人。安全管制的措施，剑湖山世界的工作人员、保全人员，还有民力，还有警方，大约有250人左右。 12月31日下晡6点开始，到过两天透早3点，游乐园边的道路会进行疏导，部分的路段有停车的管制。若想要知影乡亲，会当上云林县警察局的网站，也是面册查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